人生海落雨行，唔通我头望着的梦。有人爱着阮，偏偏有爱的是别人，这情债怎样计到输赢？这情债怎样计到输赢？唱得太好了，唱得太好。哎，谢谢。听您唱现场，跟唱片是一模一样。差不多了哈。哎呀，今天歌袂当晓就对了。今天的歌谣时间呢，请到你安尼。啊，真久无来啊。是啊。逐摆来歌谣吼，啊，你常常叫我演呢，敢好啊？哎呦，常叫我演呢，要老母熬母啥啦？要演剧啊对。就是要演剧干啦。即摆演剧是安怎？你会撞出来紧不？阿娘，又鼓是你哦，阿母啊。莫常常安尼啦，叫什么阿母啊？你就看较顶一阵嘛，我演迄出咯，你就叫导播来放出去看卖。放出来。迄袂看口的，什么叫我演老母哎嘞？呦，你唔知道，你的回响有多大，你知道吗？啊？那有怎偌大？今日你要演续集的款。无，歹势，我无爱演这，上好即马拢定换过。要演。我绝对无要做阿母啊！安尼有影。你嘛小拜托者，我做演一摆讲演查某囝迄种吼。哎。安尼吼。拜托者，那有可能讲这世界上有一个女儿长得比爸爸年纪看起来还大的。哎，你这是讲啥？陪得少啊，就讲无差遐济，意思是讲那有可能有一个女儿。讲生做遮侪岁，讲做阮两个女儿无像。是偌侪岁？啊，你是足少年了，你敢比我较少年了？我差唔加命我比郭富城大1岁。啊，莫安尼啦，久少皮无贵啊。有什么代志啊？你若讲安尼，人就笑死啊，你知无？但是你两个都卖钱啊。歌谣就是有歌，还要有一些故事演得好比较重要。那对啊，当然啦。我跟你说，两环都不能少一环。可以啊，那我们真的可以看一段了。看什么？上次我们演的就不错。那段是真的不错。那会使看卖一个啊，对不对？哦，看卖，再来看卖，要安那演落去看卖一看卖。哎呀，好啊好，你敢知？够麻嘞，够麻，你看卖。妈，我讲。我还没吃我的便当呢，我的便当。哦，你的便当，来。哎，好，赞。妈妈，我的麻，我哪无麻？哦，刚刚最近安尼寒流来。啊对，你即马跳倒会寒到哦。哦，都这样手拢冷起安尼。对，我去买2领衫，偌好。你袂使安尼误会妈妈是惊你生的想。我当然刚刚我敢若不是以前生的。你想多啦！你看妈妈不是甲咱买2领棉袄。2领？你嘛有啊？哇！唔通我别想着，什么妈妈偏心？今天要我真啊？啊，今天你会啦。哎呦，赞！这新衫，是我上爱这款是。啊，对。好，妈妈多谢。这过年时吼，啊多好，啊你个穿吼，你跳倒摆，啊多会炸掉的。啊，闭起就知影。妈妈，哎呀，明仔载我上班。今仔先好啊，妈，今仔好啊。无啦，伊较下学的，伊学较下。哦，多谢。啊，你加比就好啊。哎呦，加比色，妈，这加比色看起来敢若老蚵仔咧穿。妈妈，你都较济岁啊，你人较少年，你不要看。妈妈，哎，所以我讲奇怪，所以你我咱愈穿愈会寒。你同安尼学白想，妈妈嘛是家你买一领对啊。饭食了，妈妈是讲惊你营养过剩。到时啊，痛风啥物有诶无的？哦，其实人嘛袂歹看，我刚刚讲。刚开一直看去。分开咧啦。这照道理讲，应该是愈来愈小才对啊。嘘，奇怪，哎呀，哥哥，你这棉袄哪会能包抄啊？都是官方这款的。妈妈，我的妈妈。哎呦，我无看，你才知影。这我你讲吼，这不是讲表示讲我安怎，你敢知？表示制作部内底就是要规定讲安尼，因为你这个人哈，穿太好也不适合。那背心也算色真好的。同样。哎呀，无怪，咱较早剧情拢硬演噶对无？对，是足恶毒的，就是对吧？对。是老小姐嫁袂出去，对啊，所以我永远都嫁袂出去，就是安尼啦。我恁家这死囡仔吼，你吼，来用个你真正搞什么后母为了改变你的形象，我们今天要演一个新的。哦。哎。新的什么？哎，
你不是客家人呢？我客家人对啊我们。来演一个客家剧，这就不是开玩笑。啊，你两个跟我发抖。我们2个人当主持人，一个九官鸟，难道不会讲客家话吗？唱一首歌给你听，不要不要你就知道我们会不会唱。老师听了，哎，过来讲话。客家歌啊。什么啊安江，什么啊安江，就像那一枝花，拍个牙齿，缝个嘴唇，把主要为公花。嘿，风花还有个呀来砸，什么安江你爱马啥？爱上的师门有后山啊，爱唔会差。不得了啊！你们俩真的真正也要呢哈。哎他有高呢。要当主持人高。要样样精通。的今天我们来演一个客家剧。啊，那现在怎么分配那呢？你演我太太好了，哎，这样差不多了。会使袂哈？差不多差不多。哎，对不对？我是他爱和贝青做梦，我你做梦我算也不一样。一岁还叫牛车搞定。你呢？我演你们2个，我客位不，我还得谁里面啊？我演这个你们2个的儿子，我儿俊孝好了。哎呦，对了，他演我们2个的儿子。儿子。哎，这是客厅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的。你儿子坐在那边呢，就跟白痴一样的。那你在这边等我，我是喝了酒以后下班回来，一进客厅开始都要讲客家话。我就要讲，你要就会讲，我要讲，你就要对着我讲哦。当然了，好那我不对着你讲，我对谁讲？要对我讲，当然了。好，这么开心啊！好，哎，讲我准来哈。对，一股都别使那你要先营造一点气氛了，对。气氛啊。问说怎么还没回来？我家底下有什么气氛？对不对？罗曼蒂克。第一句台词怎么搞的？老公还没回来。唉，这碰到对面哈，有素质。怎么会讲台语呢？我头前就讲呀，好，这开心了，这开心了。对。我莫讲碰到对面歹听啦。个切字和有书呢，3公班也唔做了，要做嘛4個台灣呀。那做嘛個屁咯呢？特別喺外安不是3年，所以我說要死嘅呀。哦，我死哦，哼。做嘛？哎呦，你要做嘛？慢人啊，慢人弄講法。挨痛講法，挨呀不用。哎呀，有鬼啊！哎，你敢動沒？有鬼！你怎麼可以拉我的頭髮？你頭髮那麼長嘛？哎，怎麼不是在講客家話？怎麼講？我這樣講，你要做嘛個？3公班要做嘛？耶，你做嘛個？你坐下。俺不是的，俺做得做，莫特別喺我等。哎呀，愛迪啦，愛迪啦，哎。你嘛愛你嘛，你就會這句啊？愛迪啊？愛出去啊？做嘛個？喝酒啦。塞酒啦，是酒。啊？塞酒。塞酒啊？那吃飯怎麼講？吃飯呢？吃飯呢？那吃酒不是喝酒嗎？沒有，吃酒這個不能講。講他重德就哈，講重一點就講塞酒。哦，愛出去塞酒。塞會死嘅呀？塞會死嘅呀？塞酒。塞按多久呢？老塞。奧利度啦。哎。奧利度啦。拉肚子嘛。哎。奧利度。奧利度啊！哎呀，是按多久呢？愛做奧利度。哦。我都那道戲呢。哎。啊？哎，誰鬼啊？娘爸。娘爸。啊？對啊，我給來一個娘爸了。哎，阿爸。時差。哎。嘿呀，天2杯，1杯半阿妹。哎，你講慢一點啦哈，講是講按夾。我講我本就當夾啊。哦，當夾。我講當夾糖的食。啊。天2杯茶，1杯半阿妹，1杯半阿爸。愛啲。根本你呀，愛看到幾隻細妹啊。做嘛個？哎呀，按醬啊，按切了。哎呦，按痛哎呦，你做嘛個？講細妹。你阿查做得事嗎？做得事。要吐死啊！哎呦。我就是唔敢食。哦，你今嘛講啥？我就食你唔敢食，毒死你。哦，毒死會吐死的。你按不條冇做飯本來食啊？我做嘛做飯本食啦。你做嘛個唔做飯本來食？你講嘛計，我做飯本食，啊，當你做出去，你做去哪咯？我做飯本食。你買飯做嚟幫我食。我講演客家戲，我冇講愛動手動腳。哎呀，奇怪啊，就動手動腳。你動手動腳，我就唔講動手動腳啊！你嘛個？哎呦！你有
毛病嘛该啊！安多粉啊！非方西摩鱼本来就要擦粉，擦粉怎么假？擦粉就擦一点点就好嘛我，擦嘛该擦安多咧？我擦几多？啊？那你冇擦粉了啊？还擦一点点粉啊！哎，做嘛该你只会笑啊？俺唔知啊，俺唔知。讲啊，你係捱嘅姑娘，嘿，捱出去外口啊，捱出去外邊咧，捱啲省啊，我心捱呐，心啊，捱個心啊，係表弟娘嘅心理啊，哦，哦，牙心变得牙心对啦。係啦，兩執心啊，並做伙。所以講啊，你唔是四處做唔得，我是初中做唔得，你老婆又搞什麼呀到？底是三處還是四處啦？是初，這個呢？哦，那是茶，是茶，那喝酒呢？塞酒，塞酒那吃醋不是塞醋吗？那不一樣啊。你下搞法做嘛該按你困難啦。哎，換你講法啦。你嘛該啊，嗯，他嘛該啊，你他嘛該啊，嘛該嘛該，你是啥，你只會這兩句啊？哎什麼你嘛改，我嘛改，講正經的啦。正經的都正經的俺不要聽得到啦，啊！就是搞來啦。俺不要聽得到，去講那隻什麼的啦。哎呀，那什麼逢場作戲啊？那也不行啊，做唔得啊。你為什麼個做唔得？愛黑娘嘛？哎呀，不用呢。你姑娘啊，姑娘是什麼東西啊？不用，我拎冇啊。哦，姑娘啊，不用啊，不用就親胎啊，我變下胎啊。愛黑老公愛賺錢嘅人啊，你嘛個東西啊？我係呀，不用呢。姑娘。我有權利講呢。有權利結婚就有權利離婚，我講你講。哎呦，你同我講我離婚嘛該？啊？你講我離婚了？我你本爺來講，本爺來講做係離婚冇？離婚啊，你衝嘛該啊你，是啥？哎，你只會這一句呢，我們這客家劇怎麼演下去呢？這真是。你講阿爸咪做唔得離婚？啊，你阿妹這個唔通離婚啊？好啦，你愛以後愛都離啦，離嘛？愛都唔是去，唔做唔得啲老輩搞什麼嘢？老輩搞什麼安住好啊？對家庭要有責任責任。係啦，以後呢，愛做一位啊，正統好嘅先生，愛做唔去洗酒就好啊嘛，啊？愛是有洗酒嘅關係，所以愛講法暗慢啊。講法慢要講東南堂啊。哎，東南堂啊？哎呀，東南堂啊。真嘅呢啊？青南堂哦。哎呦，我講實在，哦，就無遐簡單演啦。兩句的，你兩句，安尼鬥來鬥去，咱無十句。啊，我才講十句，弟弟喺你講你來你去，我是要聽到的。咁正是啊！我講遐濟嘛無共款，哦，無遐簡單啦。客家歌偶爾唱還不要緊。哦，對。客家話平常要講無，唔是凊彩兩句就會當講。咱來教是教，咱確實無法度食水哎哩，好，安尼無你意思啊？要演台語演台語啊？啊，要唱啊？你用唱歌都好，來，唱歌啦，唱歌啦。台語後抓有時間再演。對吧？要什麼？脆茶果啊！菜茶果。天空啊，下雨呀，小妹呀，帶着草帽來到溪水邊。溪水呀，清又清，魚兒在那水中游來游去。恰恰。天頂啊，落雨的妹妹啊，頭佇咧過咧啊，來到溪水邊。迄個溪水啊，烏索索啊，伊啊，在那水面啊，撲來撲去哦。撲來撲去。客家歌來了哦。這
谢什么你？谢谢，谢谢你。在这个歌谣时间里啊，我们给观众朋友介绍一点地方文化比较浓厚的歌曲。哦，那是讲的是歌仔戏喽？啊，这也不是开玩笑的。您可以啊。那当然了。啊，Hero 司机啦，那看啊，无人知呀。那是芳芳的这个拿手绝活。是。杨丽花小姐打麻将的时候，您刚才说的这个接的气儿好像蛮足的，您蛮有胸有成竹。开玩笑，山东的听过没有？山东说慢步，爱跳慢步，什么也不知道，什么叫慢步？哎呀，还是到底是面包还是馒头？我请问你们各位谁知道？哎，哪会儿咿呀嘿，还哪会儿咿呀嘿？啊，请问你们各位谁知道？哎呦，恰恰恰啊呜，看到没有？您是乱接一通。哎，您不是要来地方小调吗？哪里来？因为您行啊。哎，开玩笑。哎呦喂，我的大姐，大姐这是嘛篱笆盖？我的乖乖个隆的咚，你韭菜炒大葱咚张。哎呦，扬州小调。哎，这一口气来了好几个。是啊，我也考考你。哎呀，你光是您听我唱了，广东的行吗？给您来个广东。哎呦呵，大王唔食辣椒醬啊，春夏菜炒啊豬腸啊，好食啊！哎呦，这个要鼓励一下，这一定是广东大戏啊！它的里面的内容大概是讲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，那完全错了。大王不吃这个爱吃炒辣椒酱，大王唔食辣椒醬，大王不吃辣椒醬。後面呢？春夏菜啦，炒豬腸，什麼意思？豆芽炒豬腸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這又是芳芳的絕活。是。我以為是關雲長出來了。我看這樣，來我們本土上來說呢，我們這個可以說是一個非常融合的一個大家庭，這也好，從本土這範圍就稍微縮小一點。對呀，那我們想來建議幾首動聽的客家歌曲。哎呦，客家歌像你就很慚愧了。哎呀，號稱九官鳥。是。但是呢，常常被您說我不學無術。哎，聽說今天您還什麼請到了2位老師級的。我特別請2位老師來教你唱客家歌。客家的文化其來有自哦，可以說是非常有文化、有背景的，源遠流長。因為我念書的時候在客家莊裡面，對，足住了3年，對，住在客家朋友的家裡面。是那個時候在外面這個住宿嘛，還是住的也是在客家人家的。對呀，在那兒搭伙食。所以他們連吃的、連睡的，我都是了若指掌。那我們要請這2位客家美女出場之前呢，我們還要用客家歌曲把他們引出來。客家歌，你要逮到機會，好好跟他們請教一下，真的要好好學，說不定還可以娶一房客家媳婦回去。哎呀，這2位都是上之選哦，先唱歌他們就出來了。聽起來是好像玉女紅心。那當然了，老師強調。妹安江，妹安江，三個個沒有辦法。標準個身材，甜甜個笑容，色彩電影下。陳雲杰、池秋美，哎呦！妹安江，妹安江，身高個牡丹花。標準個身材，甜甜個笑容，色彩電影下。風花愛呀來插。個斯文又瀟灑，愛我會唱。哎呀，2位，歡迎，太難得了。池秋美小姐，你好。你好。對不起，剛才我們的位置好像弄反了啊。為什麼？因為我剛才本來排練的時候，池秋美應該站我這邊。哦，你喜歡個兒高的是吧？對。這麼是安怎？你家己手都袂，這邊就剩個電話轉來甲我看咧，這邊什麼意思？你調工講的哦，頭到你甲我拜就講，你調工要甲我看咧。咱兩個到底遮久，那發生代誌早都一定發生啊，對不對？所以袂觸電啦，哈。1箍我真介意，較早。
较早你嘛讲你介意我啊，终于啊，你大家拢介意啥安尼那是啦20年前的事情。 20就冇了哈， 20年以后的爱中冇中意的，爱中冇爱吃的，按不偏哦。分别跟大家问候一下，来哪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非常高兴呢，这一次我们的跟慈俊美第一次同台。哦，你们是第一次，第一次，哎呦，第一次真的，对，很开心。很高兴。哎，该慈秋美跟大家问候了。嗨，所有的观众朋友，大家久违了，真的好久不见了，谢谢。这个慈秋美小姐她的歌声啊，也是这个很难得、很特殊。对，很特殊。那像什么烽火儿女情啊，那很早了。哦，她也出道很久了。那个10多年的歌曲。真的啊？对，池小姐的歌《小风帆》。小风帆。哎呀，想当年我在新马，不得了，您这首歌哈。哎，又见炊烟。快乐的洋哈。哪有这样子啊？最近又不得了，这个宣扬客家文化。对呀。跟我们这个秘书长还一起灌入了这个客家歌曲。那我们圈内有很多客家朋友，我们刚刚唱那首歌是罗世凤哎，罗氏啊，冯姑啊。哎，我叫罗典故。罗典故。典故是什么？是好像神经。没有，那个只是一种口头语了，其实没什么了哈。还是没什么了。像啊，冯姑就客家人，一般人就啊嘛个姑，嘛个姑，嘛个猫呀，嘛个猫呀。是。啊，什么呀嘛？哦。男生就叫做顾啦啊，后面就会加个顾，女生就会加个猫。那天我们看那个秘书长夫人，那首歌怎么唱的？可不可以给我们唱唱看？好，老师抢了。谢谢。头发快给发那里。不是，客家本色。我怎么会唱到这个歌曲？客家本色。你跟老师有对过吗？我有对过啊，我对过。杨老师，你按是做唔得的，按照。你按样就做唔得了，害死你啦，害死你啦！我们刚刚唱的是《桃花开》。这桃花开啊，因为慈秋美要唱的。唐山过台湾，无半点钱，三芒大兵江山港片，傲江出自己10年，不是埋怨。世世代代就安样劝欠传家，2、3百年无改变。精神莫骗，永远。哎呦，按子声。客家本色。奇怪，你就跟着唱一下。我都还会唱最后一句，不是永远，永远。我想听他唱蛮好听的，里面的歌词我有研究过，他真的是这个把这个客家文化里面的客家朋友的这个精神、民族的精神有唱在里面。呼吁说，所有的客家人都是要继续把这种精神继续延传下去。对。不要忘记这个客家人的本色。对啊，我以前我讲我念书的时候在俺在龙潭呐，因为我那时候住的地方刚好那个都是跟长辈住在一起，所以讲话不会像你们那么甜美，对不对？俺在龙潭呐，不属那种山人。讲这么夸张？龙潭读书3年了，俺在龙潭读书3年了。那你看，像如果你这样讲这个话怎么讲？我在俺在龙潭读书3年。你看就是不一样了。所以那时候我住的地方刚好大概那个老板也没有牙齿吧，俺在龙潭。那你就讲那样子啊？所以我就以为讲客家话就要这样子，还有的时候还讲俺在龙潭。俺在龙潭读书3年。非洲和尚，俺在龙潭读书3年。哎呀，真是的，还好，怪不得这个客家啊，这个是绝不能跟飞哥学。所以您今天可能请了2位专家，就是叫你学习，好好跟2位讨教一下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这个机会难得啊，我是想到哪就问到哪，好，增加见闻嘛。这个脚怎么说？脚啊。脚啊。脚。哎，那这个脚踝呢？脚踝啊。哎，脚踝。这个脚踝我们就不知道，这个好像没讲过。膝盖这个脚。膝头，这样你就知道。膝头了，膝盖。客家话没有脚，没有脚，怕赶你。这个脚踝。摸脚。这个叫什么？膝头。脚膝头啦。膝头啊。膝头。那么再上来一点，这个大腿呢？
抬腿，太腳太腿，太腿，腿了，太腳腿啦太。腳腿哦，。太腳腿啊！太你怎么讲？哎，你你们这样哎不要，不是他骗我奇怪，矮的兩彈是矮的不是彈過抬腿呀？没有在费玉清他讲的这都举例都好怪，都很少我们在讲的这种。所以他就问那个厉害。哎，这个我这个有的时候对，来问问嘛。对啊万一到了客家庄，这个哪儿不舒服，说摔一跤或者上个药啊。哪里那就讲脚就好，脚就过来。你刚好摔到这个地方，我曾经去过客家庄，哎，一句都不通，这是相当困难。那很那大家通通清一色讲客家话，就是问的仔细一点哦，对，再往上一点。啊这个哪里小腹怎么讲？啊！腹部怎么讲啊？我拎，我我们只有讲肚子有肚啦，子就摸。肚子啊。哎，只有讲肚子，没有讲小腹的啦那这个。肾呢怎么讲？爷味啊，结尾爷味啊，嘿，油味啊，腰的油味意思爷味嘿，啊，这个油味这问的太琐碎。头发叫什么？啊，头拿毛，哦，头拿毛。哦，这个毛呢？眉毛。梦迷梦迷毛，毛，那梦迷毛，蒙米毛啊，怎么两个还不一样的？这还有梦迷毛啊，啦，蒙米毛。梦迷毛啦。两旁都是3年，我没听过眉毛，我才真没没听过。梦眉毛有梦迷毛，猫咪毛，蒙米毛。啊，那还要再继续问。啊，这个眼睛毛呢？睫毛。木竹毛，木七毛啦木，七毛啊，木七毛啦哎，呦，咦，这个鼻毛呢？屁股毛，屁孔毛啊。老师讲的很奇怪的，对呀，你这问大方一点的地你方好不好？问的比较特殊，你又问这个嘛哎？呀，吃的，吃的，对，教我们一些吃的。啊哈，到时候你说想买什么好好这个啊，对，好来比较方便一点，那这个把香蕉、公仔，香蕉，香蕉、嗯香蕉，那芭乐呢？现在芭乐那卫生纸呢？卫生纸，薄薄的卫生纸呢？对他，说啊，卫生纸泡泡，哎呦，卫生纸泡泡，卫生纸泡泡。哎，什么呀？爱彈過衛生紙啊，嗯愛生都冇彈過衛生紙泡泡啊，愛頂我用彈。你现在讲卫生紙薄薄，卫生紙泡泡，那怎么讲呢？薄薄叫泡泡，泡泡啊，哎呦，真是的，这个问了半天啊，这个真的要常常学。你看，对呀哎，不是多会一样语言，那真是太好了。对呀，尤其到了客家庄的话啊，对对有些对年长的人他不会说国语啊，对呀用客家话很快就可以那对个。那个叫什么姜丝炒猪肠啊，竹蟲炒公司，竹筒。因为你这个就刚好适合龙潭那边的，因为猪肠吃的会粘在牙齿嘛。猪肠，这是不错了。那么难得这个机会，我想刚刚池秋美小姐又唱了一首那个非常有意义的歌。您给我们唱的就不能唱这，要唱山歌。这一般的平板的，那如果山歌子我就比较不会唱。山歌子还还有分山歌子啊，真的有分的。现在我唱这个比较简单的，就是山歌的平板。我们来听听看好不好？好，我清唱哈。哦，等一下。哎，当不必当了，啊不用，不要当了。安求就望我是来到了你梦呢，不知哦，就你呀梦啊，是才是好地方啊。安多就骗我有啊，大家就安详下嘞，两条我就人咯亲啊，从水岸咯冲啊。哎，好啊，哎呀，哎，看到没有？我刚刚是加上那个锣鼓的声音在里面，你唱的就是深度不一样。你像那个呱呱他们每次唱的永远都是，杂茶爱杂两三片呀，这叫山歌子。哎对，但是后面很难唱，山歌子后面很难唱，那一定要很高，原来他调们唱的都是最简单的部分的。那您的山歌有没有研究啊？我记得我的老祖母啊，她教了我唱，很小很小的时候教我唱的哈。海水没有盐怎么那么咸？嘿，甘蔗没有糖怎么那么甜？哎，
很难唱，很难唱啊！听听看，听听看。海水无言用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买的用牌，我痛，烦呢。是。对不对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走对，走对。走开了。你不要再出那个声音。海水无言用安含无甘蔗，无糖用安甜美。这属于三个字。好哎，你刚刚那个是平板，平板，他这是三个。三个，哎，那三个字。我们也要合唱一首啊。以前我们乐队老师弹那个，就比较属于客家的那种歌曲。老师教我唱过一首歌。哎呦，听听你飞行，你好好学，我好好学，学一下，学一下。你这个会像他们？我这个不知道是三个还是平板，不要太难的，要简单的。我唱唱看，你看是平板还是？两支甘蔗片片葱，知支开油汤。两个西梅片片酱。的那味青卡葱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平板还是？这属于比较怎么样？有点情歌的味道。哎，分成三种。三个采唱的对唱那种情歌。我们刚刚唱的你要好好学。两只甘蔗一样长，叫평평葱。평평葱。你不知哪只比较有汤？哦，哎，汁叫汤，哎，哪两位小姐一样漂亮？哎，不知哪位情比较长？哦，这个 melody 你有办法学吗？可以。哦，两只甘蔗，两支啦。两支甘蔗，평葱，知哪在卡油汤？哎，两只西梅평酱。在哪在卡有汤？有汤，奇怪，你要看一看大字报，别乱唱。你哪一支比较有汤？哪一支有汤啊？他讲情的长哎，男的是情比较长，哪位比较有汤？怪怪的。唔在都唱出来了。底啦，飞青卡葱。哎，这不行，这个费劲这样唱下去，唱都唱错了。这就是嘛，你这个意思整个搞反了。慢慢学，慢慢学。那你还有没有什么山歌要贡献给我们的？山歌很多啊，就是说像山歌好多种啊，像有时候那种对唱的，然后男女对唱的，什么唱跟插底等那种嘛。刚刚老师对，结果我们唱错的。对，我们来对唱一首山歌。这个很简单，这个是桃花开的。第一句怎么唱？你先教我一下。第一句。桃花开。哦，会了。爱的龙潭。龙潭咩哒哒滚啊！老师加油。对唱的。桃花开来，菊花那里红，阿哥相会在哪里飘？夜来暧昧鸳鸯哪里真？你來曖昧上下哪里放？愛啊愛，心來曖昧叫人哪里放啊？哎呦哎！桃花開來，菊花哪里放？阿妹哪里有山哪里紅？隨風真有豔陽哪里真？木上真有上啊哪里衝？哥啊哥，玉點真有救命哪里風啊對有？妹啊妹，玉點真有救命哪里風啊對有？看到沒有？就算我們是臨陣磨槍啊，我們這兩個也不簡單啊。說到這裡，我想大家都是歌星嘛，對不對？大家都是歌星嘛。愛的龍潭衝過啊！我們大家來合唱一個大家聽得懂的歌吧。最簡單的咯，費玉來熟一點，好不好？好，這個菜茶果。哎呦，菜茶暗示誰？什麼你啦？哎，這個來。天空啊，落水哦，阿妹呀，來到錯摸，來到鹹水邊，鹹水那。
唱又唱，不会对个水中秋来秋去。天空啊，落水啊的阿妹啊，多错无对看，随便行水啦，唱又唱，不会对个水中秋来秋去。谢谢二位，谢谢给我们带来这么动听的谢谢客家歌曲的民谣哪里啊，也谢谢大家的欣赏。安子生，哎，是我们安子生谢谢有喊你用啥来龙潭中爱唱哇！掌声鼓励，谢谢他们两位。谢谢。